光究竟從哪裏來？喺創世記中，神嘅第一句說話唔係創造人，亦唔係建立秩序，而係要有光。呢句說話並唔係單純物理現象嘅描述，而係一個本體性嘅宣告。光係存在被啟動嘅標誌。喺天地尚未成形之前，深淵與混沌並存，時間尚未被秩序化，空間尚未被區分。但係當神說要有光，光就唔只係照明，而係將無序轉為可被理解的存在。光使世界可被看見，亦使存在可被認知。因此，光嘅起源唔喺宇宙之內，而喺神嘅話語之中。光唔係被造物中嘅一部分，而係神將佢嘅秩序、意志同存在性向受造界嘅第一次傾注。光的起源不在宇宙，而在神本身，回到起初的光。